只愿为你活。父神，我只愿为你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约翰福音第6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敏元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个连假的早晨，让我们仍然能够一起来这边共同你的话语，愿你的话今天对我们说话，带来提醒跟安慰还有力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约翰福音的第2章的开头讲到了迦拿的婚宴，那也看见耶稣在这个婚宴当中来第一次显出神迹。那最重要是要让他的门徒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以色列的王，是基督，是弥赛亚。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从第2章的12节开始，那一直到12章的50节，也就是12章结束。那这一段的记载都是耶稣3年半的传道。那在13章之后，约翰福音13章会是耶稣的在世上的最后的一个礼拜。那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安排，把13章到21章的安排的比重放得非常的高。那么今天要从第2章开始来看，是讲到耶稣传道，那从洁净圣殿来开始。那请敏元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先从13节读到22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圣殿的外院，他看见有人在贩卖牛、羊、鸽子，又有人坐着兑换银钱，他就拿绳子做了一条鞭子，把牛羊从圣殿里都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钱币滚落一地。他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东西都搬走，不要把我父亲的圣殿当作市场。”他的门徒想起圣经上的话说：“上帝啊，我对你的圣殿大发热心，如火燃烧。”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就质问他：“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证明你有权做这事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圣殿，3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他们说：“这圣殿用46年才造的，你能在这3天之内重建它吗？”其实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记起他曾说过这话，就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谢谢。那在这一段的记载会出现在马太福音的21章，还有马可福音的11章，路加福音的19章。那但是在约翰福音是放在第2章，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洁净圣殿是不同2次分别不同。那昨天有提到耶稣到了加百农，从加利利去到了加百农，又从加百农到了逾越节，上耶路撒冷。那逾越节是犹太男子每一年的要到耶路撒冷庆祝的节日之一，有3个节。那每一年大概在耶稣的年代大约会有10万人到圣殿来朝圣。那从加百农去到耶路撒冷，那这条路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会朝圣之路。那总共在约翰福音可以让我们看见有4次的逾越节。那最后一次就是耶稣准备受难的那个时候。那所以第一次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耶稣洁净圣殿；第2次是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那是在毕士大池。那在第3次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就犹太人的逾越节，然后耶稣在
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第4次就是主耶稣的受难，在约翰福音第11章。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传道事工有3年半。那这3年半虽然有2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好是在另外3卷福音书是在耶稣受难的前几天但是约翰福音却是写在耶稣公开服事之开始的头，所以应该是会有2次。那14节在这个圣殿当中耶稣传道，那他以这个洁净圣殿，因为当时的圣殿在贩卖牛羊鸽子，那这些贩卖呢，他们是来到了外邦人院，因为这些朝圣者他们很难从加利利加百农各地然后带着牛带着羊这样一路旅行，然后要来到圣殿来献祭，所以他们会用买的。那买的时候呢，又因为钱币上面有其他的君王凯撒的像或是其他的神像，那对上帝不敬，所以这个在圣殿的系统呢，他们会买这个特殊的钱币叫古泰尔币，那透过这样的钱币呢来做买卖，才不会来亵渎神。那这些的曾经的做法就是他们会在圣殿的外面，就在吉伦溪的对岸，或是在橄榄山的山坡上，在那边来贩售这些的牛羊鸽子等献祭所需要的祭物。但是呢，到了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来到了圣殿的广场，在外邦人院内，在那边来买卖。那所以一般的时候犹太人也要缴圣殿税，所以这个圣殿税大概就是半个泰尔币，就是2天的工钱好，那所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圣殿耶稣时代，这是希律王的时代的圣殿那还在修建扩建当中。那这个东边是东门，是朝圣殿是朝东。好，那他们要进入圣殿呢，是要从南边来进去，那会经过的是皇室的柱廊。那皇室的柱廊就是耶稣时代或是约翰福音在写当时在卖牛卖羊卖鸽子兑换银钱的地方。好，那他们已经来到了圣殿在这个屋檐下，在这边来做买卖。好，那从另外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到他们做完这些的买卖，好，那就会进入到这个院内。好，那兑换银钱人就在这里来兑换银钱。好，让他们带着先兑换银钱，然后再来买祭物，然后再来去里面献祭好，那这从模型当中来看这个皇室柱廊的样子。好，所以耶稣洁净圣殿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廊柱下。那犹太人规定住在耶路撒冷25公里以内的成年男子，每一年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节。那当时犹太人散布到世界各地，但是他们还是会带着朝圣的梦想，所以到逾越节、住棚节还有七七节，那都会集满各地来从各地来的朝圣者。那在当时估计耶路撒冷人口大约只有2万到7万人，可是呢，当朝圣者来的时候呢，甚至最多可能达到200多万人好，那是非常的忙碌，非常的拥挤。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big deal， 就是一个大生意好，那因为加上他们还要缴圣殿的税，2天的工资，所以他们也会利用这个来朝圣的时候来缴这笔的税金。那这是当时耶稣时代的罗马币。那时候圣殿不收希腊币或罗马币，因为他们有凯撒或神明的像，那会亵渎神。所以丁税就是人口税，那他们必须用希伯来的钱币。那朝圣者的方便，所以他们会兑换，还会有这些收取兑换费或是手续费甚至高达50%，那也变成暴利那也会变成为什么撒都该人那他们就是会变成贵族因为他们除了从这些各支派的奉献之外，那他们还透过这样做买卖的方式，兑换银币的方式，然后买卖祭物的方式然后来中饱私囊。所以还有在献祭当中也规定这些祭物没有瑕疵。好，那所以如果在长途旅行当中祭物如果受伤或是变瘦，好，那这样也是有瑕疵，所以他们就会透过这个内线交易，好，那透过商人祭司的勾结然后来在这里做买卖寄生甚至一对鸽子在圣殿里面的售价可能是在外面的20倍所以可以
看到当时大祭司这些的家族，他们掌握圣殿的这些的买卖的权柄。那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说：“我的殿就是神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大家做生意做到这个丧心病狂。那所以15节到16节，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从正殿里，就是皇室廊柱赶出去，也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好，那跟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的内容是相似的。所以是不是在约翰的这个记载是开始耶稣传道前一次，好，那到耶稣最后一周传道，其实还是一样。好，所以让我们对照看到说耶稣这样做呢，并没有彻底带来圣殿的改变。好，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圣殿也成为让耶稣心急如焚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我父的殿，而是用第一人称单数，就是他把这个殿跟神，那跟他自己本人的身体是连接在一起了。所以圣经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耶稣也把他的身体当成是圣殿。所以神不住在人的手所造的殿，但是耶稣以他的生命知道是神的同在。那所以耶稣用神当鞭子来赶出这些兑换的人。那所以他的门徒那想大概就是门徒约翰作者，那他就回忆圣经上的话，也是诗篇69篇的记载，说上帝我对你的圣殿大发热心，如火燃烧。那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这是诗篇69篇第9节。那诗篇69篇是大卫的诗，是大卫的一首咒诅诗。那是他在面对这个亚西多佛的这个出卖的时候，他的心焦急如焚，因为这些他的好友变成害他，但是神这个大卫呢，他的心仍然可想神的殿。那他也咒骂这一些行不义的，神必定要管教，神要使他们的帐篷无人来居住。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做这些事情是得罪许多的人。还有就是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呢，一定会引来祭司，引来撒都该人，引来这些来圣殿做买卖。他们可能觉得有人可能叫好，但是有人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甚至不欢迎耶稣。但是耶稣非常清楚知道他自己为父所要做的事情。那像许多的教会也会禁止在教会里面推销投资、直销、买卖保险或是中介，就是要避免把来到教会变成是在做谈生意的地方。那在教会内进行这些，会让人来到教会的动机变得掺杂。我们是去教会去敬拜神，若也是去做生意、去讲生意去谈客人、去赚钱，那会使人失去神的同在和多么。因为神要我们来全心全意的敬拜他，所以我们不能一边想要敬拜神，一边心里面还想要发财敬拜马门。而且在教会里面做这样子的买卖生意，也会让单纯的肢体关系变成有利益的纠葛，那也给仇敌留下了试探还有攻击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谨慎知道到圣殿是耶稣的身体，是要来敬拜的地方。那约翰想到诗篇69篇，那接续这些犹太人就质问耶稣，你洁净我们，你骂我们，你说我们把圣殿变成贼窝，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柄比我们还大。因为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是撒都该人，是祭司，是利未人，那他们是亚伦的后代，是摩西的后代所传承下来，他们是拥有这个掌权者，你凭什么来把我们赶出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圣殿，3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那
耶稣说这就是他能够回应他们的神迹，就是你们现在来拆这个圣殿，因为大希律呢正在扩建圣殿，但是耶稣说当你们拆掉之后呢，我3天把它重建。那这些犹太的领袖就说，这圣殿用46年，就是大希律修建，从耶稣出生的之前就开始修建，已经是耶稣出生前的10几年就开始修建，那到现在已经过了46年还没有修建完。好，那按照历史，这个圣殿修建大概80年，后面还修了30几年，你怎么可能在3天内重建呢？好，那门徒约翰在这边做一个注记说，其实耶稣所说的圣殿不是指大希律或是所罗门对不起，这个圣殿是所罗巴伯第2次被掳归回之后的第2圣殿，但是耶稣说的圣殿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主前19年大希律下令重建圣殿修建，从所罗巴伯过了400年开始修建，那到主后63年才大功告成，但是修了快80年却不到10年，大概只有7年的时间，圣殿修建完之后呢就引来这个罗马人来攻入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都焚烧拆毁一直到今天我们只能够看到耶路撒冷的哭墙，那所有都已经拆光都看不到了。那也可以从这个时间来算，这个时间耶稣这个时候大概是在对照圣殿的历史，所以有约翰的这个46年的这个记录呢，所以大概可以抓出耶稣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26到28年，所以耶稣并不是在主后第0年出生，是在主前大概4到6年的时候出生。所以犹太人他们对于耶稣的举动呢非常的不服。那22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就想起耶稣曾说的话，那他们就相信圣经还有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记载的目的就是要写出这群门徒怎么样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还有他们怎么样从耶稣所说的话呢，在耶稣还在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可是没有完全的相信。但是22节说是照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回想起来的时候才确信，原来耶稣当时候所说的是指他自己的身体第3天复活，他重建起来。好，最后23到25节，请敏元带我们来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但是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有深刻的了解。他不需要人告诉他关于人性的事，因为他洞悉人的内心。那耶稣这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在传道的3年半，总共有4个的第一个。那这许多的人呢，也看了神迹就相信。那这神迹呢，虽然是洁净圣殿，并不是使水变为酒，但是这里讲的神迹是指记号，就是看见耶稣他的记号是神儿子的记号，他有这样的权柄。虽然当下他没有办法做什么说什么证明什么，但是时候到的时候，许多人在回想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就相信这果然是神的儿子。24节，耶稣却不相信他们，虽然他们相信耶稣，但是耶稣不相信他们，因为耶稣对所有人都有深刻的了解。那这句话在和合本的意思是说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也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么样，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意思就是说，关于人性的事情那不用人再告诉他人心里面有多么样子的险恶，或是骄傲，或是贪婪，或是自私。也约翰虽然整卷约翰福音要表达的耶稣的神性，他如同四活物当中的老鹰，是从天而降，道成肉身，但是耶稣他也是从人玛利亚所生，所以他也拥有人性，他也深知人的内心，所以不需要人再来告诉他人性的事情。有时候神不晓得人的罪，但是耶稣呢他成为人，所以约翰在这边见证耶稣他深刻的知道那
他知道人内心的状况，所以他没有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啊，是交在天父的手中。好，那所以耶稣又虽然需要用神迹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是耶稣却不需要。许多人是看了神迹信耶稣，但是因为神迹才相信，这种的信心仍然是肤浅的。像犹太人就说，你行神迹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才有权柄来驱逐我们。但是耶稣却不需要把自己交托给这样子肤浅信心的人。那在今天的许多教会、许多基督徒，还是要追求用神迹，或是用神迹来吸引人相信。但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圣经神的话而明白就相信。今天的金句是2章22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记起他曾说过这段话，就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再读一次，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记起他曾说过的这话，就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不需要透过神迹，透过圣经，透过耶稣所说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和相信。今天的感受是让我看见圣殿成为谋生之处，包括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全职服侍工作，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把这样当成是一个谋生的工作，敬拜变成是其次，把神的事情变成是没有把自己的肚子看得比神的事情还重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回转，我们也需要悔改。好，那也需要圣灵的火来焚烧，好，让我们能够炼净，为神的家、神的殿，为耶稣神的国，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来服侍神。那今日是就是我们可以思想，在今天的教会有哪一些是买卖，然后是为了利益的交换。像我们可能也不是说教会都不能够做义卖，不能够买卖东西。那因为我们在教会做的这些的买卖都是不是盈利，都是为了鼓励，所以我们会看见教会不会透过买卖然后来赚取金钱，而是为了用鼓励的方式，包括我们在灵修笔记或是我们报名费上课这些等等的并不是盈利，所以像我们参加营会夏令营讲座之类的，那这些只是为了要鼓励的性质，但是真的买卖呢，是为了中饱私呢，是为了发大财，是为了私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来分辨明白。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如果门徒约翰，他如果看见耶稣的复活，所以他又回来写了约翰福音，那他也写了启示录，写了约翰1、2、3书。这些门徒们，他们真看见复活的耶稣，那他们会怎么样来重建教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甚至门徒约翰写1、2、3书，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可能耶路撒冷圣殿都已经被毁坏，都被烧毁，但是他们却没有好像放在心上，并没有所谓诗篇69篇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焚烧，焚寂如火，反而他们是为了上帝的国，因为他们明白知道更重要的不是这个眼睛看得见的，是天上的圣殿。所以今日必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有敬虔的见证，不让金钱、地位、名声来高过主，也使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能够成为教会的头，成为教会的新郎，让我们预备好来迎接耶稣基督。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还有透过我们今天所听到、所思想、所学习的，让我们明白大卫的心，我们为神的殿、神的家心急如焚，并不是为了这个物质看得见的身体，而是为了在灵里面上帝你永恒的心意和永恒的计划，也恳求主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让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的复活得着
永远的盼望，还有在世的平安啊，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生活。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一日啊所做的事情，以及在228的连续假期当中，也保守我们啊都能够缅怀228啊，也能够来纪念上帝你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所做的这样的工作。主，我也把我的岳父他今天早上蒙主恩召，已经息了他在世上的劳苦，也感谢你的看顾保守也求主继续来安慰扶持遗族和家人。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也谢谢大家的代祷。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是心跟随，我属你呼召，父神，我只愿。